各位早晨，今日10月2號星期三，歡迎收睇香港早晨。早晨，小珍。早晨，嘉怡。今日天氣幾好啊？係啊，今日咧大致係天晴嘅，下晝天氣咧係乾燥，最高氣温大約31度，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。展望未來2、3日咧，大致係天晴，朝早咧係天氣稍涼嘅。跟住睇下今朝嘅新聞提要。各位早晨，今日10月5號星期六，歡迎收睇香港早晨。早晨，小珍。早晨，大家。週末天氣好乾燥下。係啊，而家咧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係生效緊嘅，預測係大致天晴，但係初時咧部分地區能見度會低一啲。咁日間咧天氣係乾燥，最高氣温咧大約係30度，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。咁展望聽日咧係天晴乾燥，下個星期初雲量增多。跟住睇下今朝早嘅新聞提要。